家喺珠海金灣區單價只要600零蚊尺就可以買樓啦，而且3房總價只需要50幾萬起，仲係精裝修現樓喎。睇下小區嘅環境，喺呢一度一條橋就可以到橫琴，3個站就可以到拱北關口。交通嚟講，大家完全唔需要擔心。隔離呢就係珠海科技大學同埋我哋嘅小學、初中、商業街等等，生活配套呢非常之方便，最緊要價錢超級無敵抵啊！做到以租代供，睇下單位。嗱，呢一套呢就係1100尺左右嘅3房，2樓睇到嘅視野同埋景觀，小區嘅園林綠化呢都做得好好，精裝修現樓，南北通透嘅設計。咁我哋依家呢示範單位係2樓嘅，睇樓嘅人呢係好多噶嚇，因為價錢夠平啊嘛，因為金灣區真係冇咁平嘅樓啦。我哋客廳開間係做到3.9米嘅，我哋可以睇到呢餐廳示範單位擺咗6張凳啊，咁餐廳隔離呢有個窗台可以擺雜物，跟住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呢一啲都唔差喎，L 型嘅設計，冰箱嘅位置呢都夠大。今日呢睇樓嘅人特別多嚇，就係呢個樓盤夠多人嚇，因為呢個係成個金灣區最抵買嘅樓盤啦，冇之一啊。洗手間呢係乾濕分離嘅，3個房間2個洗手間。嗱，呢個係第一個房間，每間房呢個空間都做得好好嚇，而且光線呢大家有冇見到？2樓嘅高度完全唔需要擔心。再俾大家睇下我哋嘅主人房，主人房竟然可以做到2個衣帽間啊，擺2個衣櫃都冇問題。好少單位1100尺咁上下，可以做3房2廳，跟住衣帽間做2個3櫃嘅喎。1.8米嘅雙人床，兩邊床頭櫃，再加個270度嘅轉彎位飄窗，就係呢個戶型，依家總價70幾萬可以攞低。